次来到美丽的廣州，簡直是太炫了！第一日導遊就帶我哋嚟到呢個永慶坊啦，有啲期待添。永慶坊係一個好有文化氣息嘅地方，俾我覺得自己好似身處喺舊時候嘅廣州。呢度嘅空間真係好大啊，真係好似個迷宮咁樣，我哋行極都行唔完。喺途中，我哋見到帶有中式元素嘅建築物，瞬間俾佢嘅美貌吸引咗。唔講咁多啦，俾大家欣賞一下先。行咗一段長路，我哋終於到咗永慶坊嘅中心位置啦。入邊有唔同時間段嘅粵劇表演啦，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過嚟睇睇㗎。因為時間關係，所以我哋就冇去睇到啦，有啲可惜。最令我驚喜嘅係有唔少靚女都喺呢度着住漢服喺度打卡。睇咗咁耐，有啲口渴添。我同我啲 friend 就去咗一間糖水店去吔糖水，真係好好食啊！價錢都好實惠㗎，強烈推介大家食。之後我就跟我啲 friend 就行到一條路啦，就無意中發現咗一間迷你型嘅展覽館。出於好奇心，我哋就入去睇下。一入到嚟，我哋見到嘅都係古人精心製造嘅精美用具啦，真係不得不感嘆古人真係好識享受啊！同埋喺呢度睇得出古時候嘅廣州同埋香港嘅生活模式，其實都係冇乜分別。尤其是中意將啲神仙或者異好嘅吉祥物吸入到家具度。跟住我哋嚟到廣州最出名嘅飲茶地方葡萄居，呢間餐廳嘅室內設計同埋室外設計都係一樣咁精緻㗎，用餐氣氛都係非常之唔錯啊！我哋特別點評，覺得廣州嘅蝦餃係特別有蝦味㗎，非常好食。呢個就係我哋嘅晚餐啊，就咁樣就爽咗一日。第二天，我们来到了广东省博物馆。那么讲解员呢，会先带我们参观的是清代广作外销漆器专题展览。整体的参观顺序是中国传统漆艺、外销漆器和当代的漆艺。那么在整个的观赏过程中呢，我也被中国的漆文化的工艺、审美、贸易、传播等全球影响力所惊叹，不愧是我们天下大同的中国东方审美美学。那这个屏风的黑漆真的像托起了江河万象，水天一色。接下来让我们静静地欣赏这些漆艺细节。这当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何文窗花，它第一眼很像现在奢侈品的 logo， 但其实并非来自于西方，而是早已存在中国的传统装饰艺术传统装饰。那么第二就是我们的镇店之宝金鸡报喜，它的雕刻确实很精致。紧接着我们就参观广东的文化陈列展厅，那陈列顺序也是按照时间来，有远古陶器、人类化石、工艺品、传统的文化物件，还有村落的一些特大型展厅。那么最让人震撼的呢，还是41米的龙舟，那么此次参观让发展这件事情在我心中变得更立体。发展它不只是高楼科技和经济数据，它包括着文化认同和历史延续。当一个城市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它才更清楚要往哪里走。那么感谢收看我和 Gloria 的 vlog， 拜拜。